真，要知道男人係天生嘅小朋友，小朋友又點會忽略另一邊感受？要改正好簡單，我只係欠條教，經歷得多分手，而令到愛意濃厚。正面嘅世界永遠好動帶着可，過佢冇時間迷惘，愛情錯過卻唔可，再從開始走到結尾，那個不會變大個，但終點想要。